然苦毒囡仔新闻出现，总是呢家长会真唔甘、真伤心。依照儿福联盟的调查，有9成受苦毒的囡仔，拢是6岁以下的囡仔，也就是未满6岁。这囡仔家庭环境早就有埋藏着这款苦毒囡仔因素，是安怎讲？因为呢，这个像单亲家庭啦，像个少年老爸老母，也是讲关系无稳定，这款长期家庭有4种家庭的类型，伊的风险特别高。 过来问我爸爸，是你在想什么？我就讲没有啊，爸爸好累啊。4岁花花伊唔知爸爸会忝，伫边仔猫咪配咧算。爸爸1000块给你吃，要不要？别人食饭配菜，因食饭只会当配汤，厝租9500，幼儿园的学费6500，每个月餐费4500，加起来是20500，拢是爸爸家一个人负担。但是失业了后，只会当4个做散工，一个月收入无到2万块，这个家伊体甲非常辛苦。 有重大的儿虐里面，大概将近90%的孩子都会是6岁以下。儿福联盟调查，全台有5000位弱势囡仔，伫个虐待、儿童、未负担的家庭环境成长，包括有6岁以下的弱势家庭，也阁有欠缺支持的20岁以下小爸爸妈妈的家庭，关系无稳定的长期家庭，以及连囡仔基本需求拢疏忽的家庭。歌手卢广仲伊嘛体验弱势囡仔的生活，才知影家己有偌尼幸福。 要补充蛋白质的话，甚至会去田里面抓蝸牛回来吃，所以其实是很难想象。虽然李小法修法通过，要调查6岁以下儿童的死亡原因，希望预防不幸的事件发生，但是儿福联盟希望早一步发现弱势儿童的困境，透过社会支持的力量，互伊迈当安稳大汉。